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无虾米，台语安尼写唔对哦，无虾米爱安尼写，无虾米。没事，没关系，无所谓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台语讲无虾米。歹势，我只是食甲菜造成你的困扰，请你谅解。无虾米啦，你唔免一直回失的。感谢你的帮忙，家在有你，实在是足感恩的。小事，这无虾米，这就是斗阵年间的代志。无虾米，嘛使敢若讲两字，无啥。参加比赛会当比赢，当然真好。若是比输嘛无啥，人生就是安尼，有输有赢。无天分，无别人的巧，这无啥。俗语讲，骨力免行行慢，只要肯拍拼，照常会有好出路。过来，咱应用到花台对照词典，他很冷漠。台语讲，伊无啥要插人。生活平淡，台语讲，生活无啥变化。人情淡薄，台语讲无啥人情；无伤大雅，台语讲无啥影响，无啥要紧。最后一个毫不讳言，台语讲无啥物唔敢讲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无啥物，实在真趣味。